如果你揾咗好多錢，冇時間管細路仔，長大咗之後呢，佢就會同你講：我要嘅唔係錢，係愛。如果你死慳死抵將小朋友養大咗之後呢，佢大個咗，佢又會講：我要將自己重新再養一次。如果你用咗好多嘅錢同埋愛將呢個細路仔養大咗，大個之後佢又會講：我呢一世都係俾父母控制。如果你糾正佢嘅壞習慣，大個咗之後佢又會講：我父母就係我呢一世最大嘅陰影。如果你唔理佢嘅壞習慣，大個咗之後佢又會講：屋企好似乜嘢都冇教過我，冇理過我。如果你管佢學習管得太嚴，大個咗之後佢話講：我老豆老母只係在乎佢嘅學習。如果你唔理佢嘅學習，大個咗之後佢又會講：當初你如果係管我管得嚴啲嘅，就唔至於話我揾唔到份好嘅工。所以各位家長唔好將你嘅仔女太當一回事，先留住自己條狗命吧。